事情，就是女性参政。因为当女人握有了权力了之后，其实才可以改变女人的生活。民进党妇女部形影片伫咧镜头前强调女性的权益。民进党妇女部主任柯家店默默投入选举。新年恭喜！2020装做一个造简，对战国家如上大家注意，想要变要去议会替妇女发声无成，即马说防指控面对下骹手人通报红米高翔，敢若这案无想要处理。当性别平权，女人身上的枷锁还没被解开的那一天，妇女部就会誓死捍卫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，跟女人同行，跟女人为伍。这一字一句，互受的者是听甲真害头。前党讲伫咧面册铺文，佮讲到通报骗税当时，叫柯家店硬讲，啊你现在袂紧走。这言论上网友看甲真气，大家顺嘛老话讲辛苦啊，希望你会当受到帮助，嘛得到公平和正义。昨天晚上我知道这件事情，非常的震惊，也很心疼这位受害的女性，也谢谢她的勇敢站出来。性骚扰零容忍，忽视性骚扰的话，绝对要改变。不管在各行各业，它都是必须是零容忍的一个状态。好，那我觉得党中央第一个必须要严惩，第二个必须要调查，还给我们的工作同仁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。民进党中央嘛宣布，互柯家店停职接受调查。女权立委嘛发声，讲袂当安尼就互伊准过，爱向受害者一个公道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